歌曲是帮您献唱的吼，感谢咱山顶有刘金枝姐姐，也个咱于小姐带台中哦，谢谢咱做安南区咱的秀英姐啊，北港咱的吴大姐，还有新朋友哦，1345，谢谢哈。来布袋咱的邱大哥，咱的玉兰姐啊，也个有哦，咱的月凤姐姐，谢谢你哦。英贵大哥冇看到你，严在成大哥也看到你了，422新朋友。
感谢来。继续，江林老师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来山姑娘要出嫁》。这首歌曲有真侪咱时代拢足介意的吼，百听不厌，来经典的台语老歌哦吼。同款，咱小等的吼，伫边仔遐搭有一个拍谱的专线，两声了后，咱就甲挂掉，安尼芳龄就有看到啊。啊，小姐会甲你做回拨，哎哟，因为你若是新朋友甲阮拍谱，小姐甲你回拨，你就甲留下你的姓名，安尼阮就知影住倒位啊零纸。你看人哦，你甲我拍谱的时候，我想赖玉兰姐姐我就知，吴英贵哥哥我会知，再成大哥秀英姐我哪会知啊？因为伊有甲我讲过嘛，吼，来。观众朋友，感谢你哈！头声才甲阮吹落去哦，来山姑娘要出嫁。小姑娘，无情早已真花高，头壳日日伊伫起，无听后边我伫叫。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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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要过去倒位，并无来对阮讲出到底啥原因。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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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啥我给别人。我煞过了无休困，一阵过了又一阵。希望这后期之面，别甲大队传袂停。若再前差3分钟，新娘已经上桥顶。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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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觉找你去，无问你并无源头，好人想袂到。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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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山给别人。失恋，何必为心无灵魂？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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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来送伊离开，连一句拢无安慰，害我悲伤死。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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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给别人。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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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来也会叫，古早白衣玲珑跳，来山的行过，对甲大那老。来山姑娘要出嫁，谢谢。因为这首歌曲迄足久无见面的，拢总上线哦。迄头前的时阵，就袂使路场就迄笑迄笑啦。啊，无敢是安尼吗？你的前奏，你的音乐就是安尼啊。你的前奏先调做迄笑迄笑，我做乱去。系啊，迄甲中间，甲像这个前中奏，中奏的时阵着，才会使迄笑迄笑。是安尼吗？就开始咧光桥，就要迄笑迄笑。啊，光桥就是安尼，光桥就光起，光起，光起，开始行，毋才用迄笑。哦。
哦，哎呦，上上桥啦，对啦，哎啦，上高了，开始咧行的时阵，才有桥泡啊放落哦，去，才有对无？迄笑迄嘿，笑，毋则开始咧迄笑迄笑。哦，好，无怪迄尾啊时阵，哎呦，来线兄哥讲录甲肝哪流，来哦，感谢，好，感谢咱先树大哥拢开甲你拍谱啦哈，个何文忠大哥。黄美琪姐姐，郭阳张妈妈哦，咱的汤平大哥嘛上线，台中的李先生、王传来大哥，谢谢。来新朋友，咱的8683新朋友，谢谢。基丁的郭大哥，宜兰许大姐2263937新朋友，美华酷酷姐，吼，伊上爱你迄首安尼，这首歌吼。伊爱听我有精神。精神啊，搁爱看你安尼嘴耳者啦，吼。好来，宜兰的郑大哥、月凤姐姐、刘金枝姐姐、玉兰姐，感谢哦。宏源的董先生、宜兰叶大哥，来，即摆呢2首歌曲了后，咱就是要来做互动哦。老师看今仔安排什么歌曲要来甲咱观众朋友做互动。来，头一首。夜都市的半暝三更。第2首。内山姑娘嫁了后，头拄啊，出嫁哦，是出嫁哦。即摆是嫁了后。即摆嫁了后，到底有幸福无？安尼哦，哦，听讲吼。过去都市了后时阵，对有一天看到啦，这内山兄哥啊，是啊，吼，伊本身先是牵着因吼，只手足歹翁啊，一手牵囝，一手牵翁，安尼幸福啦，会使，系啊，好来，等你听看卖，好来第3首，无情的12路灯，第4首，阿哈的相思梦，第5首，3年后的我来，做多马的，咱昨是唱3年前的我，啊，今日先这个3年后的我，看，诶，点若较济先看唱会着。好，来第6首的先是就这个招娣啊。第7首泪酒，第8首心碎，啊，你后壁这3首我的啦，哈，好来，无情相思梦是合唱啊。对唱，无情的12路灯。哦，这首歌嘛是你的。嘛我的，我歌哪会遮多啦？你当做我足够唱的吗？我白坐多4底半，4底半，哦，嘿。好来哦，观众朋友啊，电话再甲卡开哈，来看头前这个电话哈，83263178326317。来哦，头一位上帅，叶大哥好。哦好，安尼吼，好，谢谢咱叶大哥，好，谢谢。来，戴郎林大哥好。倒是手。第6首是招娣啊呢。招娣哦，哦招娣好，我甲你写开哈，好，谢谢林大哥哈 ，OK。来哦，冰冻阿鲁，阿鲁姐。招娣第6首。好，写开哈。好，阿卢姐啊，好，好。哎，你好，蔡妈妈，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啊哈的相思梦。好，谢谢蔡妈妈，哈，好。哎，你好，宜明大哥。你好。泪球。好，我来写开哈。好，谢谢。哎，你好。3年后的我 ，OK。来写开啊，谢谢。来哟，龙顺大哥。第2首哟，哦。内山姑娘要出嫁，嫁了后，然后来哟，条坤大哥。哎，招娣，哎，条坤大哥，你头一届卡开呢？哇，好，欢迎你哈！好，谢谢条坤大哥 ，OK， 谢谢。来哟，姚大哥好。2位好。好。泪酒，好，下开哈。好，谢谢姚大哥，谢谢。来，你好。来哟，传来大哥。喂。第几？第2首第2首。哦，传来大哥哦，哈 ，OK， 给你下开哈，谢谢你呀，谢谢。喂，你好。内山姑娘嫁了后。嘿，你好。
号呀，哦好。招弟啊，哦，就地啦哈，郭大哥啦哈，OK 好，谢谢。来，电话甲卡开哦哈，来，喂你好，喂，阿姐哦，嘿，你啥？江太太哦，阿姐哦，你今日要听倒一首？招弟哦，哦好，下开哈，好，谢谢江太太哦。喂，阿梅姐，嗨，大家好。啊，有啦，应该在耳。安尼哦，安尼啊，对。好，来自阿梅姐哦，好，平安好。来哦，金仔大哥，第四首哟。阿海休息好，我吧。来下开哈，谢谢。来哦，喂，新朋友哟。哦，瑞香大哥啦哈，要听倒一首？我要听绿酒。好，我下开哈，瑞香大哥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台南的叶大姐，嘿。不是，我有八岁。哎呀，叶大姐你好哈。对。听倒一首？打阿下休息吧。好哦，好，谢谢咱的叶大姐哦哈，拜拜，好，来基丁的郭大哥，6号呀，哦，来这是咱的郭大哥哦哈，好哇，这是基丁的啦吼，哇，OK 好，来张妈妈好，嘿，要听倒一首？张妈妈，诶。那会无去？张妈妈，你还未讲话就无去安尼，那安尼吼？喂，你好，伊检山大哥，你好，嘿，你好来啊哈，嘿，你好去啊吼，好啦哈，感谢，哦，感谢你啦，第二首呀，哦好，谢谢来哈，检山大哥谢谢哈，好，我听到啊哈，来，恒春的林大哥你好。雷酒哟，哦，我下台哈。第7首。好，谢谢林大哥哦哈，谢谢你，谢谢。明珠姐啊，明珠姐，你今天要听倒一首？明珠听电话啦。系爱听电话当好你的声音啦，电视个出正音啦，无你无听到我的声啦。伊会慢差我知啦，你电视无我即马挂掉，你就无听我的声，哈。来听倒一首来讲。第二首吼，来这是咱好 ，OK 好，谢谢。来秀珍姐，秀珍姐姐，嗨。嗨，对。好，雷酒。秀珍姐，好啊，下台啊嘿，来破座吴大哥你好。好。雷酒。第7首，好。来导播，江先生。来你好，来咱北港的吴大姐你好。系对，好来，啊你要点内底歌？第2首《内山姑娘嫁了后》，OK， 来为你安排这个歌，就你唱会到哈。来，这是咱北港的吴大姐啊，谢谢你。来，春雄大哥，春雄大哥，你好嘛，去恁家啊吼。安尼哦，好啦，谢谢，感恩甲阮加油吼，谢谢。来哦，春雄大哥，你今日要听倒一首？第6首啊。第6首招弟啊。哦，我来下台啦。好，谢谢。好，谢谢，感恩。哎，来自咱神冈咱的玉兰姐。谢谢你好。你们2个好。好，玉兰姐要听倒一首？要听倒一首？3年後的我，吼。好，我来下台哈，这是咱的玉蘭哦，哈。好，謝謝你，謝謝。來，鄭大哥好。係宜蘭的哦，吼。鄭大哥，要聽倒一首？第5首。好，我下台哈。3年後的我。好，鄭大哥啊，哦，這首真正較唱會到啊，吼。來哦，保嚴張媽媽。嘿妹，我
第二首哟。来山姑娘要出嫁，好，谢谢张妈妈哈。好，迄个可爱红的姐来山姑红娘。安尼哦，啊，你今日要听倒一首？安尼好，赞好，好，玉凤姐姐哈，谢谢哈。来，你好，陈妈妈。陈妈没妈啦你好，互动者。安尼哦，好，真无简单卡开哈。嘿，嘿， OK。嫁了后啊啦，时代也要怨叹恁迄个都市的翁。嫁了后去啊，吼，陈妈妈。希望伊会当照顾过你。来，观众朋友吼，即马来大宝友来啊吼，安排头一首歌曲叫做《来山姑娘嫁了后》。来，这首歌曲吼是来山姑娘嫁了后啊，阮一个出场的时阵，来山姑娘要出嫁已经唱完啦，即马换嫁了啊，看伊嫁了好也毋好哈。来，江林老师来献唱哦，这首歌曲有咱龙顺大哥、传来大哥，咱的下头浪的阿美姐姐哈，剑山大哥明珠姐姐，北港的吴大哥、张妈妈、月凤姐姐。也有咱陈妈妈所点，好邀请咱观众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像阮拄则阿美姐讲，无啦，今仔拢剩我甲阿孙的尔，人伊原底因兜吼是安尼咯，群聚啊，出大阵的吼，厝边隔壁伊都人好。我讲你若选里长，阁选会掉吼，但是即马就是安那，虽然踮厝内底袂使群聚，啊，所以讲咧，哦，咱话阿姐啊，大家好哈，吼，恁本地是拢聚在一起咧看阮的节目，但是即马毋是哦。登去恁的电视开开的时阵，共款甲咧看我的节目，啊，我拢甲恁拍招呼哈啊！来山姑娘嫁了后。来山小姑娘，无情早已真花轿，哭哭咧咧一支支，无听后边我在叫。嘿，迄个可爱的来山姑娘。阮心内也要怨叹恁迄个都市的翁，希望伊会当照顾你，甲你小疼痛。阮来山每日在希望，来山的姑娘，来山的姑娘，幸福一世人。一手牵行，一手牵着因迄个真歹翁，这时阵予阮心叮当，目眶渐渐红。阮踮在来山每日在希望，来山的姑娘，来山的姑娘，幸福一世人。要怨叹恁迄个都市的翁，希望伊
帅姑娘，来帅姑娘，幸福一世人。迄个来山小姑娘，幸福一世人。来帅姑娘，来帅姑娘，幸福一世人。来山姑娘嫁了后，啊，感谢咱线顶有遮侪咱观众朋友来跟咱做互动吼，谢谢你吼，咱即个大家下咱即个礁溪啦吼，咱是大溪哦，咱即个尖大景温泉的所在。啊，搁有咱台中咱的李先生嘛上线吼，谢谢咱阿梅姐咧给咱拍谱啊，感谢家己的郑太太，咱的林梅香姐姐、玉和大姐、地震大哥。播音员张妈妈，谢谢咱的翼龙大师欧先生，好久没有上线喽，谢谢你哈。哎呀，啊，搁有咱阿红姐啊，感谢哈，玉兰姐姐、北港的吴大姐、剑山大哥，谢谢来欧的郭先生、龙顺大哥，来以上伫咧给咱拍谱啊吼，来老师做准备，搁刷落啦，要来安排方林来给咱献唱，继续合作就地啊吼，来就地啊，来老师做准备的时候，方林来进一段广告时间。介绍就是咱一个真正足好的润喉丸。润喉丸呢，伊就是啦，会当互你安尼生津止咳，佮会当甲你爽声化痰润喉。真侪时段吼，啊若即个天气的时阵，有当时安尼较打扫一点嘛。伫外口真热，你甲咱厝内底有冷气通好吹的时阵，哇，啊就安尼袅袅，就袂舒爽。啊若袅袅的时阵，就咳久，你无甲做保养，无甲做调理，就安怎？人袂到，就声先到。吼，啊，就不等安尼。有无？你捌看过迄种人无？伫门口哦，咧插奥多摆的时阵，奥多摆吼，伫咧扭奥多摆的时阵，就听到伊的声。这绝对是气更淡吼，然后无好的啦。啊，若讲这无好的人，当然就是爱做安怎，甲做一下保养嘞，吼。无那老师咧唱歌的时阵，有法度连续唱咧20-30首，拢总安那声口较好，迄就是爱保养啦。润喉丸伊拢天然草本植物萃取的，啊定袂甲欠费。啊，咱这拢总天然的哦，内底尤其是这个内底有这个薄荷萃取吼，这甲含的时阵，啊会凉凉，真轻松。啊，尤其是咱这时段吼，这段时间会记得这个所在爱甲顾好，吼，这个所在足重要。感觉怪咳的时阵，你着甲含一粒啊，5分钟久了后，哎哟，你感觉讲哇，那会做一个轻松开啊。啊，尤其在时段，你定吼，即若年纪到的时阵吼，即个气管就较烂啦。啊，较烂的时阵就食物件，啉滚水，定去砸着。你捌看人去砸着的时阵，砸着毋是砸着安尼尔呢，迄是砸着是安尼咳到规个面拢红哦，拢安尼。气管吼，吼，这阿妈滚紧这个所在拢翻错开，对。啊，反应的当中，较无度配合。对。所以你不时的时阵，食物件、啉物件。砸着，吼！啊，如果你若定去砸着这吼，润喉丸随时甲炸咧身躯，阮这方便炸出门哈，这安尼一排，啊内底有10粒，这一口内底就有70粒装的哈。定观众朋友拢总哦，炸出去的时阵拢会甲人分享，吼，做连长啊偌好咧！像讲拄则阮的阿梅姐啊，迄大概嘛拢买来做连长安尼，一盒750块，观众朋友啊，咱即马甲咱买2盒。1500块特别优惠，吼，这就是安那1200块，1200块，啊那这项房连算最开播到即马，卖到即马，定一段时间就会欠费，费多高？你即马甲咱注文交代的时阵，2盒1200块哦，观众朋友今天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这盒是送你的哈，3盒优待介绍1200块，0800-8151810800-815181。电话甲卡通啦，吼，你行路啦，吼，啊，定呢，尤其是吼，咱这时代有咧，咱兜有迄翁，也是讲囝伫咧开车无，你看伊拢总安那步口香糖啦，啊，无就步迄吼会配的迄啊，迄有当时嘛无法度讲会当后提神哦。
阮的轮候员吼，甘蔗5秒钟久，你开甲倒数的时阵，这顶北外包括这个所在拢总清开，人安尼翻，我咧讲目睭全翻金啦，经验看卖啊，来。三大鸭哈，三大鸭每一盒内底拢70粒装的哦，1200块，买2盒再加送1盒，0800815181，0800815181，电话要互恁卡，谢谢。好，来。咱这段时间吼，是讲干那顾身体尔啦吼。咱身体该顾好，啊，出门的时阵防护工作爱做哦好哦，吼。像我你若出去的时阵，今仔个有人甲我来讲，啊，你是偌久买一解菜？我讲，若即个疫情的进前，我是无啥咧买菜啦。但是即个疫情了后呢，我拢总啊一礼拜去买一解菜。啊，我去买菜的时阵吼，这个手套啊，我会一定会戴，无论去超市还是去咱的传统市场，我拢有扎哦。搁说了口罩一定会戴。吼，口罩戴着了后呢，像这口罩我一定会戴。喂，安娜。无打紧呢，吼，防护罩，吼，我这呢，这个防护罩我拢会安怎会戴戴咧，吼，啊，真侪咱时代吼找不到这个防护罩，吼，啊，公司都有，所以讲你若有甲芳林工人加油的时阵呢，咱的防护罩，吼，防护罩甲咱这手笼。我拢有甲恁藏伫内底哦，吼！来08008108000810815181吼，832631电话才互恁卡吼。时代恁想袂到，我拢甲恁想到位啊啦，吼！来哦，谢谢啦嘿。来，安尼即马老师搁来安排一首《招娣》啊，啊，这首歌曲吼是芳玲的歌曲。线卡小姐甲恁做服务，恁电话继续亮哦。吼，恁若要互芳玲甲恁哦，啊，迄只鸟的时阵，恁电话就继续甲亮过啦。吼，谢谢你们哦，谢谢。
徐妈妈，谢谢带来美叶大姐的掌声，感谢，谢谢。也还有咱酷酷姐哈，谢谢你的掌声哦。咱的王崇乃大哥，咱剑山大哥，介这首歌曲啦哈，才一直给咱拍拍啊。嘿，无好唱，无好唱吼。你敢知伫倒位无好唱？你敢知？唔知。你听到咧蹦恰蹦恰安尼尔，吼，叫做苏罗陀岛的，蹦恰恰蹦恰，蹦恰恰蹦恰蹦，满天的青松铺云。有足济即个日语歌的时阵呢，拢总是low 的，陀螺岛的，是讲慢的陀螺岛，蹦恰恰蹦恰安尼。即个歌拢全倒打版的。是。哦，所以讲呢。这个都爱真准啦，爱职业的歌手的时阵，这个歌，伊的这个妹角唱较会好啊。安尼，所以讲我拄则唱足侪唔对的，你爱会当甲我体谅啊，因为我毋是职业。无紧，你用足够，你较早的时阵对无？我之前甲伊出的时阵，系啊，讲啊，你的同事我爱看水水的时阵，安那会到遐可笑啊咧。真正袂晓讲话，嘛袂晓唱歌，这个事实的。吼，伫中部地区若讲早期甲伊熟悉，拢会知影。伊的外号做甲嘿嘿。较早咧做这个播音员的时阵吼，伊本身就袂晓讲，结果公司就派一个这个比啊。人家我迄时阵是兵仆啊尔，因为迄时阵开始嘛是唱用意大利歌声，助理啊，然后伊要唱第几页，我冰冰藏了伊了，干嘛要出声？哎呀，嘛免种谢芳玲，系啊，我做啥？嘿嘿，安尼啦。甲即摆现主持来吼。是。都安尼一句有。豆啊。这比较好讲呢。真的哦，无我讲看卖，等下唔知人客唔知要买单无？来进广告，谢谢。观众朋友啊，介绍这个红景天，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一定要甲恁介绍？这个红景天吼，尤其是伊这个红景天吼，伊对着讲咱的公路内底，你的含氧量无够的时阵，又真紧会当甲你做补充。所以讲，你咧食咱的红景天的时阵，你原底伫咧爬楼梯的时阵会较喘，即卖的时阵就较袂喘。啊，你若一段时间过的时阵，甚至你有咧食一寡控制药啊，都都安尼才会白白啦。为头前疼来到后壁这啊，医生有一寡开一寡药啊，伫咧食，哎呦，有进步啊，豆药啊会当改善呢。嘿啊，改较毋免食甲较重啊。哦，所以讲咱这红景天吼，尤其是讲对着咱这是西藏的红景天，这高海拔的哦，吼，伊对抗咱这高山症的时阵。定讲观众朋友讲，那以前会当出国佚佗的时阵，你要去高海拔的哦，尤其是去对面的时阵，一寡遐啦，导游小姐先敲电话甲你讲哦，一个月前哦，叫你讲爱食红景天，就是安怎？你这高海拔的时阵，伊空气较稀薄，但是呢，你惊你空气数量无够啊，哦，会喘啊，食红景天，吼，伊就会当做改善啊。所以讲，你咧食咱红景天的时阵，就会当改善咱这个会白白、会喘喘、空气数无够这个吼。增加你的含氧量，足厉害吼！无当今的这内底，咱阁有 Q10，啊，阁有纳豆，阁有这个红曲，4合1，每一项拢总因每一项无共款，伊这个所在，像讲内底的纳豆激酶，内底是专利的纳豆激酶哦，一盒内底含有22000 FU， 伊专门对着咱这大细条公路会安尼提黏黏，防止去塌掉咧。啊，阁有咱日本的 Q10咧食安怎？就是咧吼，互咱的新陈代谢好。你即个公路安怎，毋是干那甲清就好呢？爱互伊强软，爱甲伊做修复哦，爱有爱润滑，所以讲这吼爱甲伊做修复。啊，若红菊咧有真侪时段，内底毋是提黏黏，是全油通通的啦。你嘛是爱甲清呢，清了后，才阁甲你做修复。阁刷落咧杀的时阵，勇气爱杀了有够，杀了会到遮，才袂戆。才袂安细心，才袂烂啊，软糊糊。所以讲，观众朋友，这项恁一定要食，好人都爱来做保养，尤其是这段时间
观众朋友拢总一天甲我食一盖，一盖甲食2粒哈。这一组呢，一盒是2000块，啊买2盒特别优惠2800块。我即马手提这叫做大组4盒5600，特别优惠就是5000块。这4盒是优待5000块，吼！但是观众朋友，你即马来甲我买这4盒5000块，公司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安尼多5个月份。5000块，1个月份才开你1000块尔。注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1810800815181。我咧讲，这段时间紧食啦，吼！我一天嘛吞2粒呢，我一天嘛甲食2粒呢，吼！来注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另外一摆甲恁讲的哈。拄则迄是大细条公路，啊，即马咧要甲咱讲的，就是咱即个鸵鸟精，这专门咧顾咱怎目扎扎。来，大姐你好。迄目扎扎若袂轻松、袂了人的时阵吼，就会卡的嘛，就会安怎会软落、会稳落去啊。真济时拄讲，哎哟，我哪拢安尼徛袂啥会拄啊好，坐袂啥会拄啊好，啊，哪会食会艰苦，食会艰苦。来，食阮的龟鹿鸵鸟精。芳林介绍互恁的龟鹿鸵鸟精，会使讲是上介好。这是有3张的证书，咱这8倍浓缩哦，吼，一盒内底是60粒装，1个月份的，一盒就是2980块。你即马甲我买1盒，我们再加送2盒，所以讲一组就是3个月份2980块。你要甲我买2组6盒5960块，公司会再加送你1盒。所以讲注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来哦，来谢谢耐心朋友874的来卡点来开吼，来小姐赶紧到家，谢谢。来，谢谢你们哈，感谢你安尼。我咧讲，你甲芳林加油，机会互我来甲恁照顾恁的身体，你会发觉着讲，即担真正甲咱别担的无共款，吼，所有产品拢会讲话啦，吼，啊，恁会甲我做成朋友哦，吼。啊，即段时间，观众朋友，咱若讲然后去甲恁兜的时阵，我拄则讲的，咱即个吼护目镜的部分、甲手套的部分，拢总有甲你放伫内底，互恁才注，恁才注意者哦，吼，谢谢。来，啊，即摆互江林来唱这首或者，你是夜都市的半暝3更，这一张啊，无拢你的歌哦。没关系啊，你这样子不行，来。来，我刷落来芳林。你免尊重我一下。好，来，夜都市半暝3更，谢谢。梦中有目前，想起妹妹的心无影，夜总会淡的情红着，甘美音啊写甜情。因我乱梦的夜都市半暝3更。并无为着什么代志，我的心头无变火，哪会一直烧起来着？虽然全工行来到这个繁华的都市，时候也已经半暝3更了。
夜总会墙顶迄个叮当的音乐声，上车所有的一切等等。我因何接到这个情景，煞来添加着满腹的忧愁甲束缚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夜雨打是飞，只为小姐叫弟弟，点过路答案啥人无来求，行动包车红灯一点红，好亲像梦中的彼个人，樱桃嘴唇在摇放，怀念的夜都是半暝三更。夜都市的半暝三更。来，教授，系，你知影咱台湾吼，嘿，水果王国，是啊，吼，又个好甜，又个脆，嘿，又个水，对，吼，口感个好，赞，吼，啊嘛是稻米之乡啊，是啊是啊迄白米吼无较输日本的，对吼，但是呢有真侪爸母啊讲吼无法销售，医生讲吼，葡萄食4粒，哎呀，奶子食1粒，饭会使食1喙尔。红果食一酒，嘿啊，安尼吼，真正足无趣味的我跟你讲吼嘿，这种人绝对是带糖尿啦。对啦，有糖尿人少，一定袂使食烧甜啊，是啊袂使是啊过量啊，是啊是啊。哦，啊，逐工拢爱计算讲我会当食偌济对呢。对哦，啊，生活就较无，足品质就无自在歹去啊嘿啦，足嘿啊无自在。是是嘿是咱老师啊，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提供互咱吼电视机前的咱遮吼大哥大兄大姐吼爸母啊，讲嘿会当互伊生活品质更较好咧。安尼哦，哦，你讲即马像这糖尿病足济啊，是啊是啊，啊是讲你若是讲都大着拢一般在咱台湾拢找西医较济嘛，是，啊西医一定是西药互你食嘛，对，哦，啊你西药这拢合成的嘛，合成的。嘿啦，讲实在啦，食过量嘛，会害着别位的这个机能啦。对对对。哦，我种着夫拢爱注意啊。是啊是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人目前啦，安尼起落都袂稳定吼嘿。我补你这个山苦瓜。山苦瓜。嘿，山苦瓜吼，哦，就毋是叫你等恁兜煮苦瓜来咧食呢？毋是哦毋是啦，迄个山苦瓜是用萃取的、萃取的。浓缩调整的啦。哦。即马生物科技进步啊。是。迄个320斤。320才斤。抽1斤尔尔。
山苦瓜哦，脆皮的哦，这真正是足高倍数。算唔知，嗯，迄食会着吼，系稳定你的血糖啦。好，譬如讲，就透早嘿饭前的牛吼是，拢130，嘿饭后拢要吃200吼，哇要注意啊，要注意要注意啊嗯好好。迄当时啊吼，糖尿病还无恐怖呢，糖尿病上烦恼是迄个并发症啊。哦，就是咱的后续的变化症。对啊，引起心脏、心肌梗塞啊，对，目睭失明呢，是会头壳会视网膜病变。是啊，当时心肌梗塞、心脏病的吼嘿，当时咱规身躯哦嘿，嘛袂使破皮规工啊。哦对啦万一若跋倒吼，伊拢空喙袂收煞。是啊，顾袂好啊。对，你甲病院吼，把水车住咧吼对，人生变黑白，是剩下这好，谢谢无效啊。。所以讲，咱讲到糖尿病吼，如果啦，你即马都安尼无症状，但是你的是大人吼，你阿公啦吼，爸爸妈妈迄代吼，还是讲你的兄弟姊妹，都有人即种糖分的，我感觉讲咱都有需要来做保养啦。吼啊，即马来现代科技、生物科技足厉害，像讲这苦瓜生态，这是全世界这有9、6国的吼，8、9国的专利。但是伫遮呢，芳林在甲恁做报告，就讲恁咧食的时阵吼，食甲芳林共款的就会使啊。美国功效专利的迄种的，哦，这伫遮甲咱观众朋友讲，大家来做探讨。因为我阿公、我妈妈都拢有糖尿病，所以讲呢，我伫无小心一个机缘底下去检查出来的时阵，哇，血糖到尾迄时阵190几，哦，了后呢，咱这药师甲我讲安尼去食即种功效专利的糖，你迄个控制糖分的，哦，即种苦瓜生态。食了，我一工才食2粒尔呢，即马拢总正常。所以讲，伫遮观众朋友，你若讲你要照顾你的身体，还是讲你长期就有糖分，伫咧食控制，但控制了无讲介理想。芳玲甲恁讲哈，一种叫做苦瓜生态，你爱去看卖讲，伊是毋是有专利的？种功效专利还无够啊，爱讲功效专利，吼，安尼了解无吼？伊即种呢，伊真正是会当甲你做功效即2字。都是功效无共款的所在，吼。好来，像讲我一工才食2粒无吼，恁就会当安尼保平安。即马转去咧娘的时阵吼，拢总正常吼。有观众朋友讲唔知影无要紧吼，咱线卡的时阵有需要我甲恁做服务的吼，有诶。这大哥讲唔知影唔知讲要食倒一装的，来，恁来敲电话来的时阵吼，我落节目的时阵你才敲电话找我，谢谢。
感谢咱的观众朋友哦，咱来观众朋友啊，这段时间都较无方便出门吼，咱这时代身体要顾好，咱半昼半暗吼，都安尼食袂落啦吼，伊拄掉咧，下昼食讲暗时搁咧拄，袂使无食，上少咱的早起刚甲阮泡一杯啊哈，这是卫福部特殊许可互咱的特殊的营养配方，内底有大概35种的营养处方，内底所有拢总有够。甲你安尼顾甲好势好势，吼，无担紧哦。若有糖分的，咱这时代这会使食哈，无担紧。内底阁有添加乳清蛋白，即马上介厉害，叫做乳清蛋白，伊就是咧保护咱的肌肉组织，防止安怎补去、松去，哦，补。有的时代讲啊，尻川皮肉无去啊，大腿肉无去啊，这就是爱食乳清蛋白，甲你顾起来。哦，互你食了会生肉的哦。这一组呢，一盒就是安尼一箱啦吼，13块。一工甲上无甲泡一杯，泡开像迄牛奶杯安尼，遮大杯啉开，内底35种营养素拢总有够吼。咱无大件的观众朋友，即马甲咱注文啦，一盒13对无？2盒的时阵就是2600，特别优待安尼。2500块，即马来甲咱注文，一组安尼登去的时阵，公司会再加送一大箱，所以讲吼3箱，本地是要3900块对无？即马甲咱注文交代，特别优惠2500块，敲阮头前的专线电话来买一个卫福部，特别甲咱许可特殊的营养配方啊哈，来人讲的营养啊吼，较失调的吼，这项也袂使食，这项也袂使食，也是讲较无喙齿的。一工甲拉咧泡一包啊，口感有够好诶，气味有够好诶，手术前、手术后、病中诶，这拢总足好诶哦吼。这素食会使食，吼有真侪时代问芳玲讲我这是食素会使食袂？会使哦吼。来08008158100800815181电话甲敲通，谢谢。